是潮州的吉庆锣鼓乐大吉大利，您是不是觉得也感受到一种大吉大利的这种感受呢？接下来我要为您继续介绍的是在广东的吉庆音乐。广东乐在19世纪的下半叶在广州是十分流行的，当时呢是以琵琶为主奏，次要的有筝、箫、三弦、野胡，直到了后来出现了二弦、提琴、三弦、乐琴和横箫等等叫五架头。这种五架头俗称是硬弓形式。到了民国15年之后呢，改了以二胡、琴琴和扬琴的三箭头，俗称是软弓形式。以后逐年就增加了。在增加的这些乐器当中，包括中乐器跟西乐器都有，一直到现在，我们可以来听听这首著名的广东喜庆音乐《步步高》。